Final round。好，双方第3回合的比赛，这场比赛两个人会打得比较的焦灼啊，因为各自所擅长的领域都会比较的明显，比如伊西俄木就是在战力端的优势会比较明显，但是一旦到了地面当中，易华彦的控制能力，包括他的战术安排，的确会比伊西俄木要强很多。所以这就是我经常喜欢说的一句话啊，对于综合格斗来讲，它其实并不是比的是你某一个长板，而是相对来讲比的你的短板。你比如说这场伊西俄木就是在打近战的时候，总是容易被对手给主动带入到地面当中啊。尽管他的防摔其实做的已经不错了，这就是拿对自己的一个短板，相当于去碰到了对手的一个长板，还是要下潜要去抱。对，伊西俄木的这个战略还是很明显的啊，就是你一旦落地之后，我就不去管你，然后主动的后退，示意你要起身。这个即便易华彦不起身的话，场裁金军体老师也会把他给叫起。漂亮，又是给一个低扫，这一拳没有挥到，而又是抱腿了，马上的后撤。又是一个低扫，扫到了一个卡夫的位置啊，这是刚好是腓骨长击的位置。哎，撩踢，不错。对，很明显的就是伊西俄木现在不大敢去跟对手去打近身，基本上都是以远距离的单击为主。场裁金老师有点着急了啊，要喊他们。fight 就是要进攻，毕竟综合格斗是一项鼓励进攻的运动啊。对，口头警告2个人了。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出现，或者处于一个长时期的话，可能要罚分。果然又去要下潜，要去抱，还是要放对手起来。就一旦近身当中啊，伊西俄木会出现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情况，就是会，被对手带入地面之后，会陷入到一个，就是比较费劲的一个防守端当中啊。给扫踢，对，这就是要主动把对手往里带了，来找机会给上蹬，漂亮下砸的击斧。对，要小心。找准机会，对，控制住对手的一个脚踝。这个上蹬很悬啊，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上蹬。所以我们看易华彦，尽管我们说他现在在下位啊，是躺在地上的一个位置，但是他在持续拿出自己的上蹬，其实是另外一种自己的以防带攻的方式，还是在找机会去拿对手的一个脚踝啊。对。伊西俄木现在真的是有点像碰到一个刺猬一样，就不知道如何去下手了。好漂亮，拿到脚踝之后，这一拳很重啊。我们看，易华彦的面部也是露怯难色。又是一拳。好，要起身了，马上的往后撤，蹬对手的支撑腿膝盖，又是找上蹬。抡腿，去踢对手的前支撑腿的膝盖处。半起桥的上蹬，广下的挂腿，漂亮，给归防了。连续的锤击来了，然后易华彦在下位转换的非常的快啊，从归防马上转回来，正对对手，去找对手的位置，要把它往里带。因为其实，在不管是道服柔术还是无道服柔术当中，两个人这样的把位就没有说所谓的优势位和劣势位啊，因为即便在下肢位的运动员也很容易找到。连续的给锤击，马上把对手的脖子给圈过来，西顿搭进去。最后的10秒钟，这场比赛对于易华彦来讲，
的确，他也有一些会去就是对于伊西俄木的站立技术啊有一丝的忌惮，所以这也迫使他很多的时候想把比赛的节奏往地面来带，但是抖音。